萨瓦迪卡，今天来到博白县灵潭镇哦，来看看灵潭镇。我从博白镇出发，走241国道，经望茂镇、凤山镇，到达灵潭镇。车开了不一会儿，开始修路，还好，还算是平坦的，刚铺好的碎石路面。一路上飞起的石子碰到底盘，像是平常下冰雹一般发出的声响。有一会儿，我都想打退堂鼓，不要去了吧。但是看了一下公里数，还有20公里，那就再坚持一会儿。一路上，我还看到一个 SUV 在小心的驾驶，不是很快的车速，在那里慢慢的开着。我一个轿车开得比他还快，或许他的车是刚买的吧，这般爱惜，我心里面想。到了灵潭镇，我停好了车，开始了本次的旅行。也许是周末的原因吧，又或是不是接天的原因，镇上不是很多人来赶集，然后这个镇就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，想象不出来的样子。也许把以前见过的浦北、灵山还有一些乡镇相加起来的样子，就是灵潭的样子吧。这个镇还在建设中，未来应该不错。逛了一下，吃了个小炸馍，而后就飞了一下。也许上个月我只是知道我会在博白镇旅行，但是没有想到会来灵潭镇。那么来了，那就旅行吧。掩飾心中千個傷悲，深深一吻你的手。